嚟嘅，咁啊好多好戲之人咧都嚟到啦。跟住落嚟要出場嘅咧就係金獎嘅獲得者譚國蓮啊，咁佢咧仲係一位大學生嚟嘅，咁我之前咧就喺大學嘅文藝晚會上咧唱過荔枝頌，咁後尾咧啲同學就同佢改咗個花名叫做賣荔枝啦。哦，唔係叫荔枝女啊，係啦，咁啱啦。不過咁我知道今晚咧就唔係唱賣荔枝嘅，帶嚟啊女姐另一首嘅名曲《搖紅燭化佛前燈》。咁多年嚟咧，得到鄭培英老師同埋吳志成先生等人嘅關心同埋教導，使我從唱粵曲之中領略到傳統文化藝術嘅博大精深。好感謝主辦單位俾我呢一個展示嘅機會，我會不斷咁努力，將粵曲演唱藝術發揚光大。
笑我